家就2:10啊。好多都係不遷不拆嘅意見。不如咁啊，我就請剛才最遲一位啦，我抽到出嚟嘅廖偉雄先生咧，先講先啊。廖偉雄到咗未？到咗個咪嗰度未？廖偉雄，冼漢明、張小蘭、何先生，冇。依家就3點。冇 ，OK。嗱，咁不如咁啦，我哋又嗱張超雄你係抽到名嘅，到咗未？到咗請你去我嘅台前少少嗰度有個咪嘅。咁啊，另外咧就梁國雄喎，咁我唔知係咪真係阿梁國雄喺度有明同姓啊？咁啊，佢電話係9517字頭嘅。好啦，咁咧就剛才咧。就贊成發展嘅朋友咧就講咗一輪啦。張超雄先生咧，我應該可以俾多咗3個半分鐘有多嘅時間你㗎啦。咁你時間已經係用完嘅，麻煩你將個咪咧交翻俾我哋工作人員。如果你再有興趣發言嘅時候咧，請你用你嘅組織嘅網絡再入個機好嘛？咁就其他現場嘅朋友有冇就住剛才嘅張超雄所提嘅個熟監嗰樣嘢，究竟係唔能夠做得到嘅咧？3點半。多謝張超雄先生。我哋了解即係漁護處嘅執多啲農地去耕作嗰個困難。我哋亦都係因為今次呢個新發展區呢個計劃，我哋知道會影響到有一啲有興趣復耕嘅農戶，所以我哋已經開始同呢個漁護處嘅同事咧係去聯絡，大家去傾根據現有嘅政策底下，漁護處嘅同事可以出方法。喺08年嗰時係即係諮詢。如果我哋係修改個規劃，亦都要成嘅程序，城規會嘅程序咧，841萬，以呢個作為準則咁。但係你知道而家去到2011年、2012年，政府自己都需要人要去亦都要做幾大嘅。如果有意見可以到時候提出。好，3:40啊。開大餅啦！好，咁就或者我再抽一啲，仲有冇團體組織想發言㗎？接近4點。咁各位朋友咧，其實你仲有少少時間，你可以湧晒過嚟啦。大學嗰個朋友，你可以多粒嘅喎，你仲有分半鐘，你想唔想再講？再講嘅話，你可以俾個攞翻個咪。好熱鬧啊！邊個唔俾你搞啊？好熱鬧啊！差唔多4點。我係候任立法會議員范國威，代表規矩。好，每一個人咧有3分鐘嘅。我有建議咧，你分開使，你先講1分鐘，等佢回應1分鐘，跟住咧就再多粒2次。咁你覺得同意咧，我就咁做，好嘛？好，請。好，我係有2個問題嘅。如果政府做嘅諮詢咧，由下而上，亦都充分諮詢香港人同埋持份者嘅話咧，我諗咧香港人係收貨。但係發展局局長、特區政府做嘅諮詢係黑箱作業，誤導公眾，我哋不能夠接受。我想問發展局局長方廣東2個問題。要做功課，佢講到明，當其時佢嘅身份去寫嗰篇文呢，係話佢支持香港嘅邊界要向南移啊，係做
係要香港嘅邊境冇活化，國家係邊境。第二個問題，我一次過問埋，一次過問題，嘅，就係根據佢嘅資料喺2010年，規劃署署長梁卓輝接受國內南方都市日報嘅訪問，佢講到特區政府竟然喺香港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，係去諮詢國內深圳嘅居民，話要喺香港起一啲地方商場，令到國內嘅人更加容易嚟到撲街啊！可以俾佢再喺未答佢之前咧，我先撲街！你俾我講講先啦，我覺得咧，你哋有任何意見咧，都係無任歡迎嘅。呢個講嘅事講拗你係咩？我睇到啊，咁啊睇到。好用一啲情緒性嘅詞啦，你話嗰個係黑工作業，老實講，今次呢一樣嘢，我哋而家講緊咧係唔係講緊邊境，所以咧世界都乜仲唔係邊境？大家香港都仲係將軍澳啦，香港嘅中心都係大圍啦。喺香港同埋香港拓展。市長佢係接受呢個內地一個報章嘅訪問，並唔係一個諮詢。喺訪問嘅內容入邊咧，市長係提出咗喺香港新界北部嘅地區係有發展多啲呢個商業嘅空間。好，有冇得回應啊？可唔可以回應啊？我可唔可以回應啊？講啊！有回應你請主持，我想講，陳茂波局長，你同埋梁振英特首係一次又一次用一啲語言藝術咧，係去誤導香港人。你頭先嘅講法就等同於你早前講，劏房就係等於擺間房。